走，我们去菜地去拿。走，走去菜地走。去拿菜。啊？比较大呀。这是什么？这里可以啊。下次画把这个地方画长一点，画到这里我没种那种啊，那种四季豆。啊，这里的长了个瓜，丝瓜，上面还有2个，哇，这就长很多。大黄瓜，摘黄瓜，一人摘一个，妹妹摘矮的，摘到这里有刺啊，没事的。扭一下，放到袋子里。这还有一个，黄瓜下面那里。里面那里啊，黄的，看到没有？摘豆角啊。那个黄瓜留种来明年种。那不摘放它会老的。5个吧。吃吗？吃这个菜吗？草原那个。一人拿一样菜，二姐拿的是黄瓜，萱萱拿的是豆角，拿的是这个菜，这是香菜。你拿这个抬头拿来，